好，等下咱讲来，咱来关心，并且卖酱业的版主林白好友的一个版主林如虹，因为批评进口卵，讲伊互恐吓。毋过即马案情大逆转，伊是自导自演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表示是真不应该，国民党侯友宜认为违法就爱办。也若民众党郭文哲即马是继续伫美国走行程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咧继续拼连署，要拼独立参选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继续推出国情愿景，这届的主题是创新经济的产业面，讲要互台湾成做经济的大国。不过外界关心面册粉砖林白好友讲互恐吓，说以外变作自导自演。赖清德讲真不应该。不管哪一个政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应该做。我希望朝野政党都能够汲取这个事件的教训。司法调查的过程当中，勿忘勿重，有违法就办，没有违法还家清白。民进党讲严厉谴责任何造假行为，支持检警赶紧调查清楚。郭文哲嘛继续访问现场，美西时间初二下晡拜会付费研究所，甲斯坦福大学学生座谈交流，主张提高投资高等教育，带动台湾产业的升级。和无名小站创办人甘志武午餐会谈对谈的时阵，讲政治思想的改变，就是放弃做表演的政治。当8年台北市长以后，在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改变，我开始放弃了那一种叫亮点政治。我觉得国家最大的进步是这种持续、那小量的累积的进步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继续拍拼争取独立参选2024，到20开始连署，到今也未对外公开连署的数字，国家传出连署的份数，到今也未到10万份。我跟各位保证，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，而且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宣布我们的进度。黄世修讲，虽然也无明确的数字，但会当讲有哪做一定的成功。也若是郭台铭是安怎这2天拢无公开行程，伊讲是因为最近拢咧研究经济甲民生政策，阁无偌久就会来公布相关的政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